我哋喺診斷嘅時候，點樣先知道呢啲癌細胞有冇擴散，同埋擴散咗喺身體邊啲地方呢？係咪做 PET scan 啊？咁 PSMA PET 又係乜嘢呢？如果診斷嘅時候不幸個癌細胞都已經擴散咗去其他器官啦，咁又有啲咩治療嘅選擇呢？呢一個腦177 PSMA 嘅治療咧，係適用於邊一啲嘅前列腺癌病人？我哋使乜韞住啲病人等佢唔好周街去有發放輻射呢？ 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Cheryl。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Kwok。大家好，歡迎翻嚟 Call me doctor， 我係你嘅家庭醫生 Dr. Cheryl。上一集咧，我哋講到前列腺肥大，觀眾嘅反應咧同埋討論咧都好熱烈㗎。今集我哋乘勝追擊，講前列腺咧另外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就係前列腺癌啦，特別咧係一啲新嘅治療方法喎。好高興可以邀請到香港浸信會醫院核子醫學專科郭聖漢醫生同我哋專業解答。郭醫生你好。 Dr. Cheryl 你好。Call me doctor 嘅觀眾朋友大家好。Dr. Kwok 啊，成日咧啲人都話前列腺癌係冇咁惡嘅 cancer 嚟嘅，究竟係咪真㗎？其實前列腺癌整體嚟講咧，相比起其他癌症，確實係生長速度比較慢嘅癌症嚟嘅。大多數病人咧喺確診嘅時候都係屬於局部性前列腺癌，意思即係咧未有擴散到去身體其他嘅器官，可以透過外科手術又或者係放射治療咧達到根治嘅目的。5年存活率咧超過90%㗎，但係咧亦都有大概30%嘅病人咧喺確診嘅時候，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去骨骼啊、肝臟啊，甚至係肺部等其他身體嘅器官。亦都有啲病人咧喺完成咗根治性治療之後咧，不幸出現復發甚至係擴散嘅跡象。呢啲擴散咗嘅病人咧，5年存活率就只有唔夠50%。咁我哋喺診斷嘅時候，點樣先知道呢啲癌細胞有冇擴散，同埋擴散咗喺身體邊啲地方呢？係咪做 PET scan 啊？有做功課嘅 Cheryl。以前嚟講咧，如果我哋想知道癌症有冇擴散或者擴散咗去邊咧，通常都會做電腦掃描，再加上骨骼掃描嘅。但係而家咧，我哋通常都會用到 PSMA PET scan 去檢查嘅。PET scan 我就聽得多啦，好多唔同嘅 cancer 咧都要做 PET scan 去做 staging， 即係睇下個癌細胞有冇擴散啦，去俗稱係個癌細胞去到第幾期咁樣。咁 PSMA PET 又係乜嘢呢？嗱，咁首先就要講一講咩係 PSMA 啦。近年科學界發現咧，好多前列腺癌細胞嘅表面都帶有大量一種叫做 PSMA 嘅蛋白。呢一啲 PSMA 蛋白咧，可以用 PET scan 呢個技術，配合一啲帶有微量放射性嘅追蹤藥水去探測到，幫我哋鎖定癌細胞喺身體嘅位置。咁呢個 PSMA 都幾聰明㗎喎。頭先提到啦，如果係一啲局部性嘅前列腺癌，即係佢未擴散嘅，咁可以有一啲根治性嘅方法，譬如係做手術啊，又或者係做放射治療。咁如果診斷嘅時候不幸個癌細胞都已經擴散咗去其他器官啦，咁又有啲咩治療嘅選擇呢？咁就要講一講咧前列腺癌嘅一個特性啦，就係佢非常依賴男性荷爾蒙去生長嘅，所以如果前列腺癌擴散咗咧，我哋通常咧都會首先採用荷爾蒙治療去減低病人嘅男性荷爾蒙水平，減慢腫瘤嘅生長嘅。想減低男性荷爾蒙水平咧，一般會採用外科手術，亦即係切除男性嘅睾丸啦，又或者係藥物治療，譬如話荷爾蒙針等。呢啲治療咧，我哋都統稱為去勢治療。某一啲高風險嘅病人咧，佢哋有機會需要額外加上化療，又或者係新型口服荷爾蒙藥㗎。咁控制咗男性荷爾蒙，理論上就可以控制啲癌細胞生長啦。但係男性呢啲荷爾蒙嘅治療有冇機會有抗藥性嘅出現呢？其實咧，絕大多數嘅擴散咗嘅前列腺癌咧，最後都會對荷爾蒙治療產生抗藥性嘅，亦即係所謂嘅去勢治療無效。主要係因為呢啲前列腺癌細胞咧，喺缺乏男性荷爾蒙嘅刺激之下咧，會衍生一啲新嘅生長方法，變得慢慢唔再依賴男性荷爾蒙。針對呢一啲情況咧，一般都會採用化療，又或者係新型口服荷爾蒙藥嘅。但係如果連呢兩隻藥都失效嘅話咧，咁腦177 PSMA 放射性同位素治療咧，就係其中一種最新嘅治療方法啦。我真係第一次聽喎，呢一個名好長嘅，又有啲複雜，聽落去有少少複雜嘅腦177
PSMA 放射性同位素治療，到底佢個治療嘅原理係點樣㗎？腦177 PSMA 咧融合咗標靶同埋放射治療兩個概念，佢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係一種特製嘅生物分子，佢可以追蹤到表面帶有 PSMA 嘅前列腺癌細胞，並且依附喺上面。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腦177啦。腦177係一種放射性同位素，佢可以釋放高能量、距離短嘅放射線去殺死啲癌細胞。腦177咧係透過靜脈注射嘅，當進入咗病人血液之後咧，佢會好似追蹤彈咁鎖定病人全身帶有 PSMA 嘅前列腺癌細胞，並且進入呢啲癌細胞咧釋放高能量嘅放射線，破壞佢嘅 DNA。由於呢啲輻射線距離短，所以佢對周圍嘅正常細胞影響亦都比較少嘅。哇！即係隻藥咧就好似一個導航機咁樣，帶住呢啲腦177導彈入到去身體之後咧，會追蹤啲癌細胞入到去癌細胞入邊先識得引爆啲導彈嘅喎，都幾犀利喎。咁呢一個腦177 PSMA 嘅治療咧，係適用於邊一啲嘅前列腺癌病人嘅咧？現時嚟講咧，腦177 PSMA 咧已經有美國 FDA 批准同埋喺香港衛生署註冊，適用於喺嗰啲咧已經擴散咗啦，而且對荷爾蒙治療同埋化療都產生抗藥性嘅晚期前列腺癌病人嘅。有臨床研究顯示咧，腦177 PSMA 可以縮細腫瘤體積啦，延長病人嘅存活期同埋減慢病情嘅惡化啦。亦都可以減輕骨擴散所帶嚟嘅痛楚啊，同埋併發症嘅。整體嚟講咧，病人嘅生活質素都有所提升㗎。咁但係呢種治療有冇啲咩副作用㗎？之前都有提過啦，腦177 PSMA 咧相對集中咁攻擊嗰啲表面帶有 PSMA 嘅前列腺癌細胞，對周圍嘅正常細胞咧影響比較少，副作用咧亦都相對比較輕微嘅。值得一提嘅係，由於我哋嘅口水腺咧都帶有 PSMA 嘅。所以有部分病人咧喺做完治療之後，可能會有口乾嘅情況㗎。其他副作用咧包括個人可能會有啲攰啊，又或者係紅血球同埋血小板短暫下降等等。明白。咁成個治療嘅過程係點樣進行嘅咧？治療完咗之後，病人有冇特別要留意嘅地方咧？我諗到就係呢啲腦177其實佢放射性嘅物質嚟㗎嘛。咁我哋使乜韞住啲病人等佢唔好周街去有發放輻射咧？嗱。首先咧，治療之前最緊要就係用 PSMA PET scan 去確保呢啲癌細胞表面咧係有 PSMA， 因為有1至2成嘅前列腺癌細胞咧係冇 PSMA 㗎。呢一啲病人咧就唔適合做呢一個治療啦。咁之前都有提過啦，藥物係透過靜脈注射嘅，通常咧係每6個禮拜打1針，總共做6次療程。藥物注射過程本身咧就30分鐘嘅啫，但係因為有輻射嘅關係，所以病人咧喺打完針之後，至少要喺醫院留幾個鐘，等輻射量下降到安全嘅水平，先至可以返屋企㗎。明白。今日咧好多謝郭醫生帶俾我哋咁多關於前列腺癌嘅新療法，希望帶到咧俾前列腺癌晚期病人多一啲嘅資訊啦，同埋多一份嘅選擇。希望喺佢哋嘅治療嘅過程間咧，除咗係延長性命，亦都可以提高生活質素，活得輕鬆一啲。如果大家咧都中意呢一類嘅健康資訊嘅話咧，歡迎 Like、Subscribe、Share 健康好人生。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喂，睇完片唔好走住啊！記得要訂閱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健康同埋養生資訊，陪大家追求健康，享受精彩人生。